咱新闻嘛报道讲，汤海德福德寺进前都有这个神像，互人偷抱去的情形，敢若剩生命衫尔。庙方赶紧调监视器画面，发觉讲原来是一个姓吴的查甫甲神像请去。一查才查讲，原来伊逐年拢互人请来到神像这个土地公庙，甲神明甲伊请到等去店里，斗相共清清的换新衫，原来这拢是误会。对着警察的脚步来看土地公是毋是有好好。因为桃园海山福德寺前一阵仔，互信徒发现神龛内底敢若剩衫，土地公的神像竟然无去，信徒感觉毋对，赶紧通知庙方管理委员会进行内部的调查，实在是找袂出原因，赶紧来报警察。想袂到最后竟然是一场误会。是怎啊误会啦？伊也好意要来甲咱八公啊，要征收粉光面咯。这间庙是就一个参花边，平常时干那附近社区的民众会来参拜。派出所接到报案，发现是一个姓吴的查某人把神像炸走，就随去调查，才发现是一场误会。甲土地公庙报告讲要甲征收金钱，土地公庙嘛甲答应。原来虔诚的胡先生是接受庙内底志工的拜托，每一年拢会将土地公请转去店内来整理换新衫，最后神像是里长请转来庙内底欢喜来收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